中秋礼的包装为了求新求变，饭店业者每一档拢加真脑汁。今年所推出的设计保留游戏的概念加文化创意，将卡挂设计成大富翁桌游，陪伴大家行遍世界各地。当中嘛包括台南知名的文化景点，互礼盒变成生活装饰品，有收藏价值，不是吃完的单调。今年我们做的就是大富翁桌游。大富翁桌游哦，可以看看这上面写的，它是把台南所有的地名都列上去了，所以全家在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又可以玩这个大富翁游戏哦，我觉得有一种天伦之乐的感觉了。虽然设计上求新求变，不过饭店却坚持月饼一定要符合多数民众接受上界介意的古早味，包括豆沙、红枣加卵磷等5种的滋味，当中内盒有嫩嫩 QQ 的酱，更是受欢迎。有融入了比较时下、比较流行的那个流心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各挑了2款流心的部分在里面。那基本上那种奶黄流心还是以时下年轻人或是老一辈人他比较能够接受的。该饭店强调6000份的月饼，每一档拢真紧特别订完，介的民众卡手带紧。台新闻郭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